走進製麵空間，老闆卓文守開始先用手工和麵，再經由機器反覆揉製、壓鹽、切條，看似簡單的工序，但其中包含滿滿的經驗累積。會依季節氣候，麵水比例有所不同，需要靠雙手感覺麵團的些微差異。卓文守表示，手工麵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與經驗，從麵粉比例、含水量到醒麵時間，都會直接影響麵條的 Q 彈與風味。嘿，生冷吼，伊個溫度受冰吼，你像像冰水咧做吼，咧做下伊口感無共。依照迄天氣狀況做調整安尼。夏天的時候就是要高溫冰水，嘿，都不能太冷。是會影響到什麼？口感好差，你看爛一連稠度，伊個溫度攏沒有溫度嘛。卓家手工麵堅持不添加防腐劑，製作完成後馬上新鮮販售，吸引不少家庭主婦與饕客前來。不少人一試成主顧，時時在訪，就是衝着這碗手工麵及滷味而來。Q 彈，很好吃，就不會軟爛就是了。他們家的滷味剛好，味道剛好，而且比別人的那個滷汁啊，還是它的味道就是跟人家不一樣。麵條啊是純手工製作的，所以吃起來跟外面的麵條會特別的 Q 彈有嚼勁這樣，而且他們的麻醬啊，對我來講會特別的有香氣。老闆卓文守出身高雄內門，他的製麵手法是向一位大陸來台的盧姓老兵學習。當時每天3、4點起床學做麵，到現在40年過去，初心不變，希望將製麵功夫繼續傳承下去。退伍就去跟一個內門一個老的師傅，姓盧的師傅哈，外省人，早上3點半就去那邊，到他們家4點開始學習做麵啊，後來就是就來台南仁德這裡落地了啊，就跟我的老婆2個人一起來打拼吶，就慢慢的一直做啊，做了40年的了哈，啊小孩已經長大了啊，所以也已經老了啦啊，想把這個東西傳承下去啊，因為這種手工的東西畢竟很多時代在進步，很多都簡化了，可是我要保留那個傳統的那個東西啊。隨着年紀漸長，卓文守已將事業重心交棒子女，自己只是協助製麵與包餃子，一家人不分你我，同心經營。卓家3兄妹從小就在麵攤幫忙，其中2女兒卓佩宇目前擔任立委王定宇服務處主任，今年也將投入議員初選。他表示，在基層麵攤長大的他，會以煮好每一碗麵的心情，做好每一件選民服務。從小在麵店長大，那其實受到耳濡目染下，就是客人也會聊一些自己的人生經驗或者是社會經歷。那這些過程當中，讓佩宇能夠更了解基層需要的是什麼更能夠用心體會說怎麼樣把一個服務案件當成是自己的，用心的來對待來服務。卓家希望讓吃得安心、吃得習慣的味道留在仁德，也走進更多人的餐桌。在講求速度與便利的時代，卓仔手工麵的慢工細活，不只是一門生意，更是一份對地方與傳統的長久堅持。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